那到今年4月，台湾关系法立法就要满45年。美国参议院共和党的领袖麦卡诺是表示，美国会甲台湾继续合作伙对抗中国威胁。另外，对咧美国国会嘛有举办纪念活动，众议院的外委会主席是表示，会带团来参加赖清德总统的就职典礼。今年4月，台湾关系法立法特别届满45周年。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诺特别伫议会发表演讲，表示美台关系有特别的价值，也就是即马美国跨党派的共识。佮指出，中国当地拓展军事力量，威胁区域和平，美国更加应该甲台湾徛斗阵。The PRC is showing the world that it's prepared to redraw maps by force, and the people of Taiwan increasingly recognize their interest in preparing to deter and defeat aggression. Standing by our friends, standing up to adversaries, and investing in the military capacity to do both. 美国国会大楼嘛举办纪念台湾关系法45周年的活动，驻美代表伊代雷受邀请参加。参加会议的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宣布，要带团来台湾参加总统当选人赖清德520的就职典礼。佮提起家己去年4月访台了后，就去到中国3项制裁，这就是中国侵略行为的证明。各界嘛关心中国当地举行两会，国务院总理李强报告中，关系台湾的部分伫统一进程3度和平。不过，习近平提起两番，搁再声明共同推进中国和平统一的进程。外长王毅伫中华记者会嘛强调和平统一的政策真清楚。我相信大家迟早会看到一张国际社会遵守一中原则的全家福的照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越有利，台海和平就越有保障。我们的政策很清晰，就是继续以最大的诚意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中共它的体制上，它很多的政策，或者是说它很多的执行，甚至它很多的诠释，大概都有他们的仪轨跟机制。那所以呢，对我们来讲，我们恐怕必须要收集各方多一点的资料，才能够做比较好的研判。陆委会主委邱泰三回应，中国相关的讲法无法度马上论断，都要搁加收集资讯，才当分析。记者综合报道。